妈的礼物。上。阿妹来写，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学，但俺这老着黑经验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想就这些。下用，浪费，浪费。错了，错了。可爱，可爱。你结不？你结不？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咋不咋奶奶呢？咋不咋奶奶呢？珍妮看见一位可爱的小男孩，没有腿，坐在凳子上。小珍妮看见一位可爱的小男孩，没有腿，坐在凳子上。在你给你这位不住公美机，隔壁头的月半汤。在你给你这位不住公美机，隔壁头的月半汤。同学们，妈妈给了我们明亮的眼睛、聪明的耳朵、勤劳的双手，这礼物可是无价之宝啊！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俺在大县没当，年限叫昂久，来了想为老八戒呢，阿没想把这，那到错嘛呢，人家叫挪不着呀。头嘛俺这娘的面积撒巴了几大，面积撒巴，离开，站落，人事，没有，徘徊，攀着撑着，孩子在出生那天，妈妈就离开了人世。西巴西比念的啦，阿妈才领得送。有个小孩好可怜呢。那种西巴性格，你节目这么人多啊？为啥可怜？姐，他在出生那一天，亲爱的妈妈就离开了人世。可惜你吧，阿妈才领得送是。啊，真的吗？姐，我妈爱的。是呀，当他慢慢长大了，看见别的小孩能从妈妈那儿得到礼物时，就很伤心。我妈的，可家里呀全部人用的，西巴人比阿米弄为那些科技人卡，可先把这么多的人呀。那当然了。对我妈看没有。天，当他独自在街头徘徊时，想到这件事，就又伤心地哭了，眼睛被泪水模糊了，撞在了一位老人身上。年轻人可开讲唱的攀着撑着些句，等到也真用的，才多年用你话的，明吃明着呢，给不起了不都小话的呀？那老人骂他了。对那给不顶人越级的呀？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人都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明天得到个高等黑熊。他念这些，离开是指同某些人、事物或地方分开。这话呢，草树的头话当，看几把那些。人世就是指人间、世间。没有呢，民间的那些。徘徊
有3种解释。这儿指某个人在一个地方来回的走动的状态。潘州村州呢，热的他妈去呢，你记啦，扬州满州些巴拉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三班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离开，离开，战乱，战乱，人世，人世，没有，没有，徘徊，徘徊。潘州村州，潘州村州。孩子在出生那天，妈妈就离开了人世。孩子在出生那天，妈妈就离开了人世。18岁毕业的啦，阿妈才领得送。18岁毕业的啦，阿妈才领得送。